大家好，我係 Wason， 喺今次 Flow 計劃嘅編導顧問，亦都係一個 mentor 嘅角色去 support 呢班 artist 嘅創作嘅。咁我好開心可以睇到佢哋最後嘅成品啦，同埋喺個劇場入邊展出佢哋嘅街舞劇場嘅創作咁樣。咁成晚嘅演出咧，其實我覺得或者成日嘅演出嚟講啦，我睇咗2場咁喺一日，咁係好興奮嘅，因為其實嗰個興奮係在於我感受到佢哋嘅成長啦，咁同埋見到佢哋一路指過去嘅日子入邊，佢哋嘅一啲得着啊，可以喺個作品入邊呈現到出嚟。咁所以呢個係我一個興奮嘅心情嚟嘅。咁見到喺成個藝術節入邊嘅一個氣氛啦，同埋一個佢哋演出嘅狀態，咁我覺得係好驚訝，用驚訝嚟形容佢哋嘅作品嘅創作啦。咁就係會比較內斂，同埋會有一種我哋叫做深入去一啲比較人性少少嘅一啲深層次嘅一啲探索嘅咁樣。咁但係成個 festival 嘅氣氛咧，亦都好雀躍喎，即係會好興奮啊！特別有主持介紹每一個作品嘅時候，都有一種令到個氣氛好高漲。咁但係我又會覺得成件事就係喺一個好高漲嘅情況底下，入到去一個好內在探索嘅一個 journey 嘅時候，咁呢個 dynamic 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同埋亦都好驚訝觀眾喺呢個過程入邊掌聲又好，或者大家嗰個現場氣氛亦都好似好投入喺嗰個件事入邊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咯，即係有被呢個氣氛而有一種好 surprise、好驚訝嘅一個咁嘅體驗喺入邊。最意想不到嗰件事就係當我睇到一日嘅 program 完咗之後啦，一個 Cypher 嘅一個活動啊，一個環節出現啦，咁見到唔同舞者，咁佢哋再展現翻佢哋嘅 practice 啊，佢哋對舞蹈或者對街舞嗰種熱誠啊，同埋佢自己身體嘅操練嘅時候咧，大放異彩啦！即係外國嘅 artist 啊，同香港本地嘅 artist 就係喺一個咁樣嘅一個環境底下，去互相切磋自己嘅舞技啦，同埋透過大家欣賞到大家嘅動作啊，大家點樣運用自己身體嘅時候咧，嗰種互相嘅鼓舞啊，即係我覺得呢個氣氛係令我覺得係非常之深刻嘅。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見到佢哋嘅成長，呢個成長不單單是在於佢哋嘅作品上邊啦，由佢開初嗰個概念點樣去 present， 點樣去講述自己嘅創作，到最後嗰個成品喺點樣分享翻自己嗰個創作理念同埋遇到嘅問題嘅時候嗰種成熟度啊，同埋嗰種對自己嗰個了解個坦誠啊，或者點樣去面對困難嗰個能力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喺入邊。咁同埋我諗作為一個創作過程，其實或者一個成年嘅發展入邊啦，唔單單就係話佢喺個作品藝術上啊有啲咩成長，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要喺呢個階段要學習點樣工作，或者點樣面對自己嘅工作，呢個創作嘅工作咯。咁其實入邊有好多我哋關於人啊，關於同人與人之間嘅互動啊，人與一個自己嘅目標嘅邁進嘅一啲點樣嘅策略上啊嘅溝通啊，或者點樣做啲咩行動咯。咁我覺得喺成個過程入邊，佢哋都有一種慢慢喺呢一年入邊去揾到自己嘅方法，揾到自己嘅得着咯。即係呢樣嘢係好為佢哋開心啊！睇到佢哋嘅改變。咁當然因為有8個編舞啦，咁每個編舞佢自己嘅得着都好唔一樣咯。咁同埋佢哋出現嘅作品亦都好唔一樣嘅時候咧，即係我會見到佢哋喺入邊揾到自己嘅一個好獨特嘅身份啦，或者我哋叫特色啦喺入邊。咁我呢個係都好開心見到呢一方面嘅。佢哋面對嘅挑戰，每8位編舞都有好多嘅咁樣，或者佢哋都有唔同嘅挑戰喺入邊。咁其中因為我自己睇嘅編舞啦係 Kelly 啦，咁同埋何彤咁樣呢2位。咁 Kelly 佢面對嘅挑戰都幾大下，因為佢到咗最後佢要差唔多基本上所有個舞者都要換晒啦咁樣。咁要重新將自己嘅概念去處理啦，咁點樣將嗰個自己嘅想法啊，俾一啲新嘅舞者去參與啦，同埋去投入啦，同時間仍然都可以保持到佢自己作品想帶俾觀眾嘅一啲嘢咁樣。咁所以呢個挑戰係好大嘅，因為我諗有一種即係原本諗住可以喺某個階段一個期望可以
點樣令佢發生？結果個期望不切預期喎，咁樣即係面對呢個挑戰嘅時候，佢點樣喺個心理上同埋行動上點樣 go through 嗰個 process 咯？咁當然到最後咁，我見到佢嘅成品啦，同埋佢仍然都喺佢嘅作品入邊揾到佢初衷或者佢自己想發展出嚟嘅嗰種 quality， 咁我覺得係值得恭喜佢嘅。咁同埋喺入邊，我會覺得呢個成長嘅經驗係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獨一無二嘅經驗咯。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面對挑戰嘅態度，勇於去面對而係保持一個正面嘅方向，保持咗一個熱誠喺呢個成個創作入邊咧，我覺得我好欣賞呢一位編舞或者呢個新晉編舞，亦都好期待佢之後嘅一啲嘅創作咁樣咯。呢個所謂嘅作品嘅亮點啦，或者嗰個驚喜，或者我覺得一個潛力啦。咁其實我要翻去睇翻就係可能呢一群編舞啦，其實佢都好想往一個好深嘅方向去發掘啦，同埋去探索佢自己嘅語言係啲乜嘢。所以呢一個態度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同埋呢個態度係幫到佢哋條路可以行得更遠咯。咁譬如係 Sika 啦，咁同埋阿 Kelly 啦，咁仲有何彤啦，咁仲有譬如係阿袁啦咁樣。咁其實佢哋都喺自己嗰個身體語言繼續用唔同嘅方法，或者試下用唔同嘅策略去令自己嘅創作或者令自己嘅作品嘅語言可以更加豐富，同埋喺一個藝術上嘅一個我哋叫做同觀眾嘅關係咧，亦都開始慢慢喺呢個 program 入邊慢慢去深化咯咁樣。咁其實喺 Sika 嘅作品啦，咁我自己覺得一樣嘢係原本我演出前或者我叫做係睇佢 run through 嘅時候，我都自己有啲擔心。咁但係後尾發現原來佢配合咗唔同嘅 elements 啦，譬如劇場嘅環境啦、呢個空間啦，同埋呢個一啲入到台之後佢做嘅一啲調整啦，其實令到我作為一個觀眾咧，好投入喺佢揾街舞又好，揾身體嘅一啲細緻嘅選擇咯，令到我見到嗰兩位舞者或者三個表演者喺個舞台上邊，佢係一個人嘅部分，同埋亦都喺入邊佢點樣揾嗰種元素同嗰種生命嘅關係，即係呼吸或者我諗動態或者一啲靜止，我哋身體上因為一個作品上因為人嘅狀態嘅改變，因為人參與喺入邊嘅嗰個進展上嘅改變，而令到我哋心入邊或者我哋觀眾心入邊有一種新嘅體會同埋一種轉化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好 subtle，但係亦都好 powerful 嘅一種處理，所以呢一樣嘢係令我覺得好深刻印象嘅，同埋覺得呢個方向或者呢啲咁細緻嘅處理咧，我諗對於佢條路嚟講係一個好好嘅養分或者好好嘅 practice， 等佢將來可以發展得更加好嘅地方。係咪成功將街舞帶進劇場？我諗其實我諗劇場咧，其實作為一個空間，佢係冇一個叫做帶進或者帶離開或者出入嘅一個關係嘅。我覺得一個行動，因為我諗作為一個藝術家，只要佢有一個勇氣或者只要佢想，我諗呢個編舞呢個藝術家就已經有一個條件啦，去行入呢個空間去發出佢嘅聲音，同埋去展示佢嘅藝術作品。咁所以我諗作為一個地方或者一個空間啦，其實我覺得佢係一個公共空間嚟嘅，即係佢係唔需要有一個前設話係咪叫成唔成功帶進去。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我諗喺作為一個編舞或者作為一個 artist， 佢經過呢一次經驗之後，佢會有更加多嘅數據或者資料話俾佢聽，佢要 bridge 或者聯繫更加多嘅觀眾，佢需要具備啲乜嘢嘅工作啦，或者需要一啲乜嘢嘅準備啦，或者需要啲乜嘢嘅思考喺入邊咯。咁就令到佢嘅作品可以喺呢個空間聯繫更加多或者更加唔同嘅觀眾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
成功就唔可以咁樣講，但係我覺得絕對係可以提供咗一種條件，或者提供咗一種資訊或者資料俾呢一班 artist 去為佢自己將來再行得更遠嘅一個計劃或者一個得着嘅一部分咁樣。我覺得其實咧呢一次計劃咧，我可能有時候喺計劃上面我哋會針對翻佢個題目啦，或者係希望佢哋繼續喺呢個叫街舞劇場入邊繼續發展落去啦。但係我覺得所有嘅知識係互通嘅，即係知識係互通嘅。咁我好希望佢哋將佢哋今次呢2年學到嘅知識，點樣運用喺佢自己嘅工作嘅唔同嘅領域，包括佢係咪喺翻劇場或者喺翻一個 urban 嘅環境底下去創作都好啦。咁佢都有一個咁嘅叫做知識或者能力，可以操作到或者可以投入到佢哋唔同空間嘅創作。咁我覺得呢個反而係放翻大少少嘅 picture，希望佢哋有呢個眼界啦，或者去為自己將來嘅創意或者自己嘅作品去繼續發展落去咯，咁樣咯。我覺得要俾呢個計劃120分嘅認可，即係超出100分嘅。因為其實作為一個即係培育一個新晉編舞嘅一個計劃，佢非常之豐富，即係包括咗一種本地嘅 perspective 或者海外嘅 perspective 啦。咁同埋有唔同嘅階段嘅創作階段嘅人去參與喺呢件事度啦，去比喻呢班 artist 嘅一啲意見啊，或者一啲養分啊，等佢哋知道條路可以點樣繼續行落去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係真係值得120分嘅分數俾呢個計劃嘅咁樣。咁至於改進落去嘅，其實咧我會覺得就係因為而家嗰個作品咧，其實係20分鐘啦，或者我諗叫做一個叫15分鐘嘅短篇作品。咁其中一個改進其實就係可能呢班藝術家佢唔單淨係為自己嘅作品而努力咯，即係淨係 focus 喺作品。因為其實將來啲 artist 咧其實都係一啲叫斜槓族嚟㗎嘛，或者佢身兼多職㗎嘛。咁但係我諗緊，即係作為一個新進嘅編舞，或者一個需要具備編舞功能嘅即係編舞能力嘅人，其實佢自己身上面都有好多嘅能力。所以如果將來再有呢個計劃，或者呢個計劃再發生，就係反而可能呢啲編舞需要擔當少少策展嘅角色，就係佢點樣安排自己嘅作品喺一個乜嘢嘅情況底下去進行，或者佢哋需要共同協作。就係可能4個編舞佢自己協作一個演出嘅發生，即係譬如票務啊、宣傳啊各方面嘅嘢，佢都需要涉及喺入邊嘅，咁令到佢有更加嘅主導權，或者更加佢哋知道自己嘅崗位同埋人哋嘅崗位需要做啲乜嘢，咁樣反而係可以幫助到佢更加完善或者完整一個可能獨立編舞佢將來嘅工作，或者佢需要面對嘅工作嘅範疇係啲乜嘢啦。咁同埋喺呢件事上面我更加會覺得可以貼合到未來嘅現況啦，即係呢個社會嘅現況。咁等佢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可以被批判或者被挑戰或者被進步嘅一個機會咯。咁樣帶俾我嘅新嘅睇法其實係好多嘅，因為即係我諗緊就係我會回想翻我10幾年前，即係我係一個啱啱初出茅頭要編舞嘅狀態嘅時候，我會聯繫翻嗰一段時期嘅我嘅一啲創作動力啦，同埋我創作上面對到嘅困難。而當我見到呢啲困難喺佢哋身上仍然都發生嘅時候，咁我就會發現原來我嘅知識係可以分享俾佢哋聽嘅喎。咁同埋亦都可以喺呢個過程入邊，我自己去 review 我嘅知識是否係合時宜啦，即係對應呢個時代係咪合時宜啦。咁樣可以有一個重新嘅思考對我自己，因為我自己其實係一個都經常會反思自己嘅一個 artist 啦。咁所以我諗緊借助呢個機會，我同時間反思緊自己，同時間亦都傳遞緊一啲我覺得對佢哋有用嘅知識。同時間我亦都 connect 翻一個新嘅領域，就係街舞呢個文化領域入邊，呢個藝術領域入邊佢哋嘅一個生存嘅狀態嘅時候，我覺得對我嚟講係好多嘅養分嘅。
咁同埋我亦都知道做藝術係好困難，咁但係見到有班熱誠嘅人，其實我都喺度叉緊電咯，即係喺佢哋身上，即係借助呢個 event，我自己幫我自己叉電，點樣將我自己嘅路可以繼續往前行，同埋繼續往前推。咁所以呢樣嘢都非常之多謝呢個平台啦，咁邀請我參與一個導師嘅角色，可以幫到佢哋，亦都同時間幫到我自己，可以更加清晰我自己 as 一個 artist 嘅路向咁樣。好多謝你哋。